花莲灾区要变10倍进前，甲水沟啊清好势，打煞来传出有人去挖到农药管啊，现场输掉无爽快，赶紧送病院。印度有14个囡仔啉一款扫药水了后就死亡，这药水检查出有超量的二甘醇，这是一款工业在用的有毒用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今仔日是中秋连假上尾一日，花莲的灾区是当无用伫咧清水沟，希望伫10月18之前会当来清好势。因毋过今仔早起所来传出讲，有人去挖到地农药的管仔流出来，现场输着怎啊无爽快，赶紧来送病院。目前是已经派专业的人员去咧处理啊，所以请民众毋通挖紧。紧急派出处理南马矿的车，伫现场要处理的毋那是落雨梅，伫花莲光河乡大平村的中学街90巷亲就有农药截掉的，有一位民众闻到了后身体无爽快，紧急送医。溢出来的液体，赶快把它用泥土淹过去，然后再把它清除嘛。我是憋着鼻子去铲。我那个时候听到脚都软了，就看他瘫在那边，又呕吐，又是喝水，还是一直吐这样。家属着急，环境部环管署长车来也亲自去勘查，检破是农民储存的农药容器破去，已经为社会利益，呼吁民众唔通挖紧。我们研判是一般台湾非常常用的有机磷类或有机硫类的这一个农药。那原则上，只要不是喝进去或者皮肤接触到等等之类的一般对我们影响是不会太大。这一条路，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带队官撤离所有的义工，后续我们完全派机械来做处理。花莲光河救灾工作进入第14日，重点任务就放伫切沟啊清理，尤其30公里的切沟啊，也有24公里爱清，下巷啊爱靠人来清理。不过部分真歹靠人力处理的区域，都爱靠技术。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为小山鸟到30栋的轻下车啊，拢会由环境部统合调度，也向清沟啊车厂商发声，会当加入支援。这沟经理，我请国土署全权处理。由环境部征调全国的这个清沟车，我们预计在10月18号，所有清沟的这个工作任务要达成。假设清沟的厂商是需要这个费用可以跟国土署这边联系那么相关的费用由我们来支付。除了清沟啊之外，两大工作重点区域，包括福州街的尾头甲保安室，为做独立接近区，由军方上校指挥官全权负责。另外，东校街也会独立并列，希望伫1日来完成整理。附近的红林镇是红列做河关第8区域，初一开始并列也会正式进入掌握救援工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花莲，目前重点是拢放伫咧重灾区福州街后半段伫咧清理，所来也该面对的是这居民未来要住伫倒位的问题。到底要谈原地重建，也是要迁村？国土署是强调讲会来尊重居民的意见做评估。军警合约引导重机区，还有军中卡车开入福州街。花莲光河乡大水第14日福州街做为清理最后一段路，统计89号、40号清理完成，被列为清理重点的所在。这边太满了，因为都淹到1层楼高啊！这边你看，光一间房间我们都清了5天了，正常一间我们都1天就可以清5、6间。不过，民间力量大刀退出，后续居民安置，甲长期居住也出现问题。目前由相关建筑工会协助乡客安全鉴定，评估受灾处大可能。怎么讲？还是那句话，祖宗的啦地啊，所以再怎样，我们还是继续住这个地，因为我们的地啊，要传后代的。安全的问题就看有没有办法是可以解决这些，感觉上这个好像是可以去做改善的，还是以安全为第一考量啊。那既然如果这边评估是没办法住的话，那当然就是也只能迁村。也是希望政府赶快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原地登记甲迁村真做两难，国土署强调，迁村评估会充分尊重居民的生活习惯甲社区连接。不过面对福州街后段土山墩甲真严重，目前是以道路主提升屋，也有失联者部分原来超吹原来屋，其他农地绿地也爱解决。枫树街的后
道段原本是一整片茂盛的农田绿地，如今淤泥堆积，厚度高于1层楼高。中央指示先将边坡削斜，并且覆盖，避免出现倒塌状况。光复乡600万栋的土山路公园墩地，三个占地场，也有市区大细土堆，后续安怎土石安置，也避免被冲走造成二次伤害，接做中乡地方的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北市府的统计，顶礼拜防园通报挖到流感的个案是超过2000人，创下全年到达一礼拜上济纪录。如果伫咧这个连假结束了后，这疫情可能会变更较严格。另外，最近也有通报真侪件落罗病毒的群聚小话，疾管署就提醒大家，要爱注意接洗手、烘肉嘛，得爱烘护适。若有出现橈骨头的症状，得爱赶紧就医。中秋假期有营业的诊所一直有民众上门，第一线医师观察，趁假期来做流感疫苗人袂少，也袂少人是发烧。其中确诊流感的差不多30%，观察因为病毒有变异出世，也有人3个月来重复感染无共款病毒株的流感。大部分都是以发烧为主。那合并的说有头痛、全身酸痛、疲倦、无力等等变种，所以说大家变得比较没有抵抗力。所以说，而且甚至有2种以上的流感在流行。医师指出，目前流感个案也是 A 型流感为主，有病人确诊 B 型流感。疾管署监测9月1日到9月17日，类流感门急诊有12外万人次出现上升的趋势。台北市卫生局观察，尤其校园流感疫情增加真紧，顶礼拜接到流感通报2181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32.6%。今年9月以来，流感的这个门急诊的疫情都有升温的情形。那尤其以校园的流感疫情更为明显，疫情呢来到从2012年以来的新高。今年做流感疫苗到测试为止，总共做人数是去年同期的2.6倍。不过，工会学者陈秀熙分析，在流感疫情多病毒共存出世之下，推高做疫苗至少要达到70%，才能降低疫情规模。另外，疾管署监测全国最近4礼拜已经接到66件遭白群聚通报案件，其中7成是诺罗病毒，也提醒民众伫中秋聚会要注意手部卫生，食材要煮熟。若是有技术症状，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印度，印度最近有至少14个囡仔，小连续因为腰子衰竭死亡，因的共同点就是拢捌啉过一款扫药水。经过检验，发现这药水内底竟然有超量的二甘醇，这是一款工业在用的有毒的溶剂，就算食到一滴嘛有可能会无命。目前这涉案的医师甲药厂拢已经互列做被告，伫咧调查。侪民众伫印度各地抗议，现场保安也是吊规抓。代表10几个无到5个，哪像食一款紫砂糖浆中毒死亡的囡仔。8月底开始，印度各地陆续传出有囡仔出现袂喘气、呕吐这款症头，最後卻因為急性腎衰竭不治死亡。ऊपर सांस फेंक रही थी, पहले सर्दी जुकाम था, ठीक हो गया था, फिर अचानक तबीयत खराब हुई उसकी, तो सांस लेने में शायद दिक्कत हो रही थी。这种紫砂糖浆是伫印度南部塔米里纳德邦一间制药公司生产的。印度卫生部伫摕到产品送验了后，发现大部分的产品竟然是有超标的二甘醇，这是工业用的样剂，一出了就致命的危险，何况是囡仔。印度政府即时立案调查，查封存放药品的仓库，结果找5个传出中央邦有3个囡仔因为类似的状况死亡，将做受害者上侪邦。当地的政府官员才下命令禁止买卖这款紫砂糖浆，嘛下命令隔开这种药方，让受害者的医生停止羁押。कहाँ है ड्रग कंट्रोलर जिनकी जिम्मेदारी थी कि जिले में दवाई कौन सी बिकेगी कौन सी नहीं बिकेगी स्वास्थ्य मंत्री कहाँ है？ 印度是全世界第3大药品的出口国，嘛是全球20%学名药的供应国。不过外界定定咧质疑印度对着药品的监管。2022年的7月到9月，70几个非洲甘比亚的囡仔因为食一款印度紫砂糖浆来死亡。过当年乌兹别克嘛发生同款的事件，有18个囡仔死亡。德国之声报道讲，事件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捌公开点名2种印度生产的紫砂糖浆。这摆印度国内发生少连续囡仔死亡，目前已经有3个邦禁止买卖这款药品，受害者上多的中央邦，国较是针对已经流入市面的200几罐紫砂糖浆展开调查。公视新闻翁如梅编译。
来看，伫咧日本真出名的合江川，吸引到真侪外国游客去参观。不过最近是传出有来自西班牙游客去当到咸，搁互料着伤意外，是赶紧送病院去治疗。其实对于去年4月到3月，伫咧日本就有85个人去互咸攻击着伤，搁有3个人死亡。那今年4月到8月，也已经造成5个人死亡啊。那日本政府就伫咧顶个月初来放定使用矫情的规定，或者拍蜡人会当伫咧主体区来开枪掠咸，而且来加强拍蜡人的训练，甲鼓励大家去参加考试，增加掠咸的能力。日本社会高龄化、佮少子化，当日欠劳动力，即马愈来愈需要外靠外国人来补充因的人力，毋过连带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引起关注。日本政府就伫咧7月有成立专职机构，看部会来整合甲外国人相关的问题甲政策，希望会当来建立国民甲外国人会当共存的社会。烧烫的咖喱甲酥酥的煎猪排简单好食，这日式咖喱煞是外国人做的，徛伫吧台努力制作备料，缅甸来的任来无到半年咧学工作内容甲日文。言葉とかわからないことも教えてるだからすごくいい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日本の人ってちょっと飲食店とかコンビニちょっときつい仕事あんまりしたくない。7、8年くらい前からインドの方、ネパールの方、今一番多いのはミャンマーの方な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少子化が進んで人手不足で外国の方にすごい頑張ってもらってありが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点点讲，敢若这间店5个员工内底，就有2个是外国人。根据日本总部省统计，2015年1月，伫日本的外国人已经超过367万人，比前一年成长35万人，连续3年创新高。不过，日本的人口却连续16年减少，其中65岁以上高龄人口，各占将近3成。日本高龄少子化严峻，面对人力不足的问题，外国劳动者扮演填补人力缺口的重要角色。語学の教育も必要でしょうし、日本の文化だったり生活習慣に慣れてもらう、このようなことも必要だと思います。で、よく外国の方が来ると犯罪が増える、こんなことを心配する人もいるんですが、これは海外でも日本でも研究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外国から来たから犯罪率が高いんじゃなくて、貧しいと犯罪率が高い。それは日本人でもそうだし、外国人でもそうだし。面对外籍劳动力增加，日本社会开始出现反弹烦恼的声音。日本政府7月成立新专职机构，看部会刑警犯罪、卖不动产、签证等甲外国人相关的问题。专家指出，靠外国劳动力针对欠缺人力的产业创造诱因吸引人才，也是关键之一。公司国际记者日本东京报道。来看喜马拉雅山区，伫咧西藏的圣宝峰东边，因为伫咧透暴风雪，有上千个登山客是受困伫咧山顶，目前敢若救出300多人。另外，同款是伫咧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小连续3天拢咧落大水雨，造成水崩山，是已经至少有47个人不幸过身。大雪继续落伫喜马拉雅山山地，这条大雪为10月初4暗就开始落，造成海拔超过4900公尺的偏远地区通行受阻碍。喜马拉雅山位伫中国西藏自治区、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圣宝峰位伫西藏自治区内。即摆中国当家吸引大批游客去爬山。暴风雪造成大约1000名登山客掉伫山顶，中国当局已经出动数百名救援人员，甲当地村民协助清除积雪，想要拍通进出落山。目前已经知影大约有350人脱困。救援队收到的化救信息显示，一寡部分因为积雪已经放弃，部分登山者出现低体温的症状，情况紧急。西藏旅游公司已经宣布为初5起暂停卖圣宝峰风景区的门票。喜马拉雅山真歹天气也影响到尼泊尔。尼泊尔顶礼拜六遭遇大雨甲大水侵袭，连续3日引起的大水土石流甲山崩，已经造成数十人不幸罹难。首都加德满都伫大水退去了后，规片拢是落雨梅，民众也开始清理家园。भइहाल्यो पूर्व जानकारी भएको हुनाले हामीले केही सामानहरू सुरक्षित ठाउँमा राख्न सक्यौँ। क्षति कम भयो। अब तपाईँको अरू क्षति भनेको व्यवसाय गर्न मिलेन। बाढ आइरहेको छ, सबै मान्छेहरू सरेर उता सामानहरू यताउता राखिरहेको छ। अब खानासाना पकाउन गएछ, सबै दिक्कत छ। अब के गर्ने अब?尼泊尔官员表示，罹难者中有35人伫几件的山崩死亡，也有9个人互大水冲走失踪，另外3个人死伫雷击。
宜兰人数可能进一步升悬，印度边境也有7个人因为大水互罹难。尼泊尔气象单位警告，大水后可能将会继续到初六，将继续发布上悬级别的预警措施，将灾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伫咧佐治亚共和国，自从去年10月国会大选结束以来，是定拢有人上街头起的抗争，就是要来抗议这执政党受到罗西亚控制。那伫咧当地初时是过来爆发激烈的冲突，有部分的示威者准备要冲入去总统府内底，煞互这镇暴警察是动用水车甲催泪瓦斯来对付，全部拢总有21个执法人员甲6个示威者受伤。喷水车往下慢慢向前行，往下喷出强烈水条，扩散游园地溜伫总统府周边道路的抗议群众，同时车下想要将群众塞入路中塞开。当日是朝鲜共和国地方选举投票日，被选出包含首都提比利斯在内总共63个自治体行政首长加议会议员。不过，多数在野党事前都指控，过选举互russia透过执政的乔治亚梦想党进行操控，所以选择抵制选举，搁发起万人大示威。We are calling it the Russian Special Operation, and the purpose for those elections is to somehow legitimize the Ivanishvili's illegitimate government. We demand Georgian dream, so-called Georgian dream, to leave us alone and go to their homeland Russia. 伊时示威场面原本真平和，不过一暝了后，部分抗议群众在总统府周边道路塞路中，搁想要冲入去总统府。甲迄时阵，伫外围自首的进步警察爆发冲突，乔治亚内政部马上宣布抗行动违法，下令警方驱散。另外，执政党除了强调爱伫后面甲russia之间摕到平衡的外交关系，来谋求区域稳定，也反抗在野势力是伫后面协助之下，是要以2014年乌克兰模式推翻合法的民选政府。ევროკავშირის ელჩი შარშან პირდაპირ უხეშად ერეოდა ჩვენს დემოკრატიულ არჩევნებში და მოუწოდებდა ამ მომრჩეველს მხარი დაეჭირათ ოპოზიციისთვის, ხო, ღია მოწოდებით გამოვიდა ამასთან დაკავშირებით. ჩვენ შეგვიძლია დავიწყოთ ისიც, რომ ევროკავშირის ოფიციალური პრეს-სპიკერი გამოვიდა რამდენიმე დღის წინ და მხარდაჭერა გამოუცხადა დამხობის აქციას. 乔治亚梦想党为2011年创党以来连续4届国会大选，拢正做单独过半第一大党。这摆地方选举伫多数反对党抵制之下，乔治亚梦想党阁是以超过80%得票率，还受所有地方首长甲议会释出。公司新闻时间真平约。以色列参哈马斯准备要伫咧埃及开罗来进行和平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就讲，伊个伫咧7天内就会当来完成交换进程。伊个讲，伊有甲哈马斯来警告，讲若是坚持要掌权，就等咧互人彻底消灭。另外来讲到进前有要去加沙地区的援助军队，这成员去互以色列掠去，即马这个人陆续放放倒来，也来指控受到暴力对待。伊也踮埃及开罗甘蔗和平谈判举行的前一天，川普爱双方赶紧结束战争。伊讲，这就我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有真好的讨论，估计伫7天内会释放人质甲交换巴勒斯坦的犯人。头一阶段的2大目标会当顺利完成。Very quickly, we had some very good meetings.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 lot of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Israel, frankly. Muslim, Arab, and many others have had great meetings with Hamas, and it looks like it's working.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节目主持人杰克坦普用简讯访问川普，讲若哈马斯坚持要掌权，会发生什么状况？川普的回应是讲彻底剿灭。又搁发文讲，以色列同意初步的撤军路线。国际媒体讲，照川普所提出的3阶段撤军计划，会有90万巴勒斯坦人互赶出家园。顶个月初，伫多哈闪过以色列空袭行动的巴勒斯坦入管委员会加沙区的议员哈亚，是哈马斯代表团的首席谈判代表。伊伫接受卡达阿拉伯电视台专访的时阵，自头到尾拢咧讲2年来加沙人所受到的苦难，并无讲到会谈甲停战的可能性。另外，虽然华府高层爱以色列即时停止轰炸，不过变就会轰炸声甲黑烟，吹落照相伫咧加沙，看甲清清楚楚。
进前24点钟来至少65个人死亡。The Prime Minister has given orders actually for defense to fire back for defensive purposes, of course, if there is a threat to their life in the battlefield in Gaza. 然后以色列逮捕拘留的援助加沙国际军队人，随后陆续释放回国，因指控讲受到暴力无人道的对待。Con perros nos hemos atacado, arrastrándonos, como he dicho al principio, por los suelos. Esto diariamente. 巴黎、马德里、伦敦、纽约等欧美主要城市，甲土耳其、巴基斯坦周末拢有大规模的支持巴勒斯坦的街头示威，市区的街仔都是闹热滚滚，全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2025年诺贝尔奖今仔日开始陆续公布得奖的名单，头一个公布的生医奖，今年是颁予3位免疫学家。这3位免疫学家分别是2个美国人，合作 Mary Bronco 甲 Fred Ramsdale， 还有一位日本人，合作坂口智文。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就表示讲，这3位免疫学家的发现，互咱会当更加来了解免疫系统的运作，也有自体免疫疾病等等，有决定性的意义。咱来镜头换来看澳洲，澳洲有一间学校是推动行动教室，透过一寡较生活化实作的课程，或者休学的学生会当去转来到学校，重建因对学习的自信。学生经营这台叫做固定咖啡馆的餐车，学习设计菜单、研究市场，也搁伫咧卖餐点时阵，甲人客互动。澳洲维多利亚州的吉朗市一项结合饮食甲课业的行动教育，为可能的无读书的学生提供读写、算数加生活技能的课程。学生伫咖啡车甲灶骹内面料理饮料、点心，若是学到技术，也加真有自信。I've learned how to make coffees was one thing that I do. My people skill, I interact with people, so my people skills have improved. 等年就因为自闭症，伫传统学校内面压力真大，甚至无想要去读书。不过用这种更加另外的学习方式，伊即马加真有自信。高中也即要毕业吧。It was an internal struggle, and it was also an external struggle. Because I wanted to learn, and I still want to learn, and I just couldn't. Attendance rose. We saw student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their sense of self-worth also improve. 伫过去10年，维多利亚州学生上课出席率一直降。2014年，全州的出席率差不多93%；2019年92%；到2024年降到88.6%。欠课的学生内面，7年级到10年级，一礼拜欠课超过1天的比例53%。或者警告，那些影响功课，亦个包括心理健康加未来的发展。We see social impacts of not finishing school. We see health, mental health outcomes. 维多利亚州政府捌伫咧教育调查报告内面讲，学校应该采取更加多元弹性的方式，连接学习加实务技能，互无读书的学生搁转来学校。学者加教育团体也呼吁，爱扩大资源分配，将这种计划推扫到更加侪地区，避免弱势学生因为学业中断进入恶性循环。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俊，祝您中秋节快乐，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